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。大家好，首先我要介绍，首先是号码，我的名字Hafiz Muhammad，我来自丁家营坤传统人士，我的能力水平，我的工作是现点，好是身材，我是是上身，也是眼好嘛。大家好，我们爱玩也是已经小过12，我爱玩中国Haji Nur Zahri Yahya 和现代Walid Nur。首先是小号码，我爱玩也是492，苏方副总好，我爱玩也是上上点突破。好，现在我们也是可傲和心傲吗？幸好是好忙子，谢谢。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。